遐那既然关系查到投资诈骗的基房，这个集团伊是用企业化的经营，除了提供手册教人诈骗的手法，佮列出业绩 KPI 的指数。那真讲无达到这个标准，就爱接受体罚。因那这业绩上好的，得当上你去国外旅游，嘛有奖金通个摕。伫全国，这个集团已经骗到2亿外。 特警人员攻击起，将晓得操作电脑诈骗集团成员为影响救来的命令拍落去。宜兰警方接触报案，有被害者伫网络因为投资海外机会被骗700多万，都甲新北警方联手宣传伫新北市新庄区查到诈骗基房。你看他这个有4组人，他有诈骗他4组加一，可能他这个绩效是最好。 警方查出这集团有企业化经营模式，伫基房背帮相相关的业绩，若无达到成效，爱接受体罚，业绩好的奖励有国外旅游甲奖金。成员要诈骗之前，爱经过课程培训，佮经过干部进行实习合格。程式逻辑，他们都是一个包套电脑工程师帮你设计出来的。那还有他们有很懂棋子这个操作的人。 因个找财经甲工程专家研发诈骗按图出新被害者投资机会，接到电了后，骗投资更较侪资金，佮互人工控制指数向向崩塌。报道是投资失利被害者全大拢付，不法所得初步已经2亿。这案件总共掠到10个嫌犯，全部拢被依照诈欺等罪嫌移送法办，其中姓张甲姓周的兄弟等3个主嫌被刑压禁见，搁查扣2台车、电话、手机甲4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